如果各位中意香港90年代嘅風格，就唔可以錯過包點心嘅大5樓。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包點心喺阮志芳分店，地址喺82到88阮志芳第7房第5群，係華人餐廳超過10年嘅活動，每年包點心服務差唔多有100萬嘅食客。而家請大家同我參觀下包點心有幾靚啦！而家我嚟到1樓，我哋睇下1樓個空間啦。1樓可以坐到大概100個客左右，包括有4方台。1樓包括有圓台，可以坐入10至12位。而家我哋嚟到3樓個空間，一齊跟我嚟參觀一下。呢度咧，我哋有梳化，每個角落都會有一張梳化俾大家坐。3樓嘅空間唔淨止有梳化，我哋呢度都可以坐到100個客人左右噶。喺度係第4樓，係一層好多 VIP 房嘅樓，喺度適合組織酒席。而家同我睇下入邊有幾靚啦！呢度係我哋個大廳，可以服務60到80嘅食客。喺度有設備現代，同埋裝修係以古典為主嘅，所以好有溫暖感。喺呢個大廳適合組織生日、歲歲、大壽或者其他特別嘅節日。除此之外，喺每間房都會有1個屏風。如果打開呢個屏風，就令呢間房更加大啲，可以服務20到30嘅食客。如果各位中意香港90年代嘅風格，就唔可以錯過包點心嘅大5樓。大5樓係包點心露天嘅頂樓，因為露天嘅頂樓，所以喺度會好清爽嘅。裝修風格就以香港為主。如果各位嚟到，擔保各位會有一輯好靚嘅相片。除此之外，喺大5樓都會有冷氣廳嘅，喺度好多類型嘅台，有雙台，有梳化，有圓台。特別呢個圓台可以服務16個食客。喺度最特別嘅就係我哋手畫個藝術畫。同埋咧，喺啲特別嘅日子同埋特別多客嘅時候啊，呢個 M 樓就會開出嚟服務各位。喺度個裝修就以溫暖為主嘅，同埋好有親切感。喺度可以服務60個客。起包點心唔止有超過100味菜，我哋仲有好廣闊嘅空間，同埋好專業嘅服務。我哋好歡迎能夠服務各位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